球经典赛，中华队虽然伫个意赛方淘汰，不过台湾英雄精彩的表现，也是互国内外球迷拢真懊恼。除了张玉成所展现的超强的攻击火力之外，宋家豪伫最后一道封线的压制，嘛互球迷加一分的安定感。正拄好，这个张玉成甲宋家豪拢是台东东河乡的子弟，因的祖厝嘛受到乡公所的红本的庆祝。张玉成的阿哥嘛来分享到这阿成囡仔时代的趣味代，讲这阿成吼，常常拢咧话讲要做头家。Team 台湾的加油声依然回荡伫球迷心内。这届比赛，台湾队虽然讲未当晋级，不过台湾英雄奋战的精神，大概是有目共睹，带予球迷无限的感动。其中第4棒的张玉成更加获选为下组上有价值的球员的公营。保护最后一道封线的宋家豪伫台湾2场关键的胜利中扮演重要的功臣。因来自台东东河乡，冒受到乡公所红本的祝福，乡亲拢真欢喜。正大张红纸写讲东河职工搭伫门口真迎望，由张玉成阿哥甲宋家豪的老爸代收，来到台湾英雄的故乡，因自细汉伫东河大汉。即马球迷伫华的国防部长，伊较早的外号实在无遐威风。说要当老板这样，他小时候就是跟他讲说你要当什么老板，他说什么都好啊。那你的外号叫老板，他说好啊。就听他们在讲，就讲这样说哦，以后要怎么样，要打好球。除了张玉成自细汉就展现出要拼大联盟的决心，宋家豪对着棒球痴迷，新老爸用真的玻璃培养出来。从小玩球，这个不管怎么样，拍掉了就打坏了就转，没关系了，我们这买就有了嘛。两位台湾英雄的精彩故事，为正确开始怀抱着远大的梦想，万能成功骑上属于家己的舞台。宋家豪将继续伫日本的职棒收获胜利，若张玉成是要去美国的职棒延续育成经验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